各位朋友，歡迎收睇六環彩頻道，我係特約主持人樂菲。今日為大家介紹今日熱點，查實應該話係今日冷點先對。尋日六環彩佢嘅視頻介紹練馬師黃買、石哥、徐雨石，但係我俾啲冷門你哋參考啦，就係文家良，唔好睇小佢今日出嘅出賽馬。其中標之多多同自強不息都係泥地準勝嘅馬，而騎師王我叫大家留意輝就係潘明輝呢位好手，今季相當有鬥志，賠率由隔夜30倍落到嚟而家25倍，絕對有可搏之道。另外第一場獨贏及位置我介紹多隻冷門，9號紅中烈馬。今次火拍同佢贏過嘅周俊樂嚟騎爾同馬房嘅12號星雲浩騰我都拖埋，博馬房一 Q 返嚟。好啦，呢期介紹就係咁啦，多謝收睇。